大家好，我係 Wingo。呢個系列都好一段時間冇出片啦，做咗啲咩呢？就係去咗探索一啲對我嚟講係新嘅事物啦。嚟咗英國幾年，未認真試過揾一啲本地模型店去逛。今次去咗 Warrington 西面一個叫做 Widnes 嘅工業小鎮。呢度雖然唔大，但係收埋咗一間好犀利本地人家庭式經營嘅模型店 Widnes Model Centre。入面嘅模型同工具包羅萬有，想知道入邊係點？繼續睇落去啦。UK 再續模型雲，模型店周圍揾。早前喺 IPMS Manchester 嘅 Facebook page 入邊留意到一個查詢留言，問到喺曼城附近有咩實體模型店推介。呢個就正正係我都好想知道嘅問題。睇到入邊介紹咗幾間本地模型店，查一查地圖，雖然唔喺曼城市中心位置，但喺屋企揸車去都係1個鐘頭內可以去到，都算 OK 啊。再睇下網頁嘅介紹，睇落都幾值得去探索下喎。於是就積極地安排一下，計劃去逛店嘅同時，都想去影下相，拍下片介紹一下俾大家知。自問英文唔叻，個人又怕醜，貿然入去同人哋講拍片影相，都唔知點開口。於是花咗少少心機，設計咗一張卡片自我介紹，過程又係一堆蝦碌事件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準備好晒卡片，擇個好天氣嘅日子出發。今日就先向西出發，位於 Warrington 與 Liverpool 之間 Widnes Model Centre。店鋪位於小鎮嘅市中心，附近就係大型超市同埋 shopping park， 有大量停車位，泊低行過去鋪頭幾分鐘就到。屋企人去 shopping， 自己行去睇模型就啱啱好啦。踏入店鋪一刻已經好感動啦。之前唔係去一啲只有小角落賣下模型嘅鋪頭，就係去幾間鋪頭細細嘅港人模型店。好耐未試過入一啲比較大間嘅模型店啦，一時之間都唔知對眼睇啲咩嘢先。店入邊環境好舒服，模型貨架分門別類，每個類別嘅模型都放滿一大堆。雖然除咗高達以外，我都好少砌其他模型，但如果想試下開始其他類別嘅模型，呢度真係有排睇啊！有鐵路模型 Scalextric 賽車，睇翻網頁資料，老闆 Barry 原來係呢一方面嘅專家。呢啲軌道賽車，我記得細個都有玩過啊！如果你中意遙控模型，呢度一定好啱你。一大個專屬 counter 喺度，非常專業。網頁話 Tom 亦係呢一方面嘅技術顧問。砌靜態嘅比例模型，飛機同坦克就一定唔少得，數量絕對足夠俾你慢慢揀、慢慢睇。科幻模型方面就有 Star Trek 同埋 Space 1999呢啲啦，仲有嘅就係高達模型啦。雖然款式同數量真係唔多，但見到本地模型店都開始嘗試認識呢一方面嘅市場，絕對係一個好事。希望之後會有更多模型店同玩家對高達模型有興趣啦。跟住我停留得最耐嘅就係對住呢個模型車貨架啦。我砌車嘅經驗唔多，但砌高達以外就係砌車啦。呢度都見到唔少罕見嘅款式，特別係中間呢一層，好多都有歷史嘅痕跡啊。最後我揀咗買呢一架 Honda 嘅 Fireblade SP 30周年版，佢嘅白紅藍3色拉花，對於砌開高達嘅我特別有親切感啊！等我帶佢返去，迎來人生砌第2架電單車嘅體驗啦。除咗模型之外，呢度仲有好多工具同消耗品俾你選購，包括棍式嘅燒機油，仲有底灰、thinner、tool wash 同埋 top coat 噴罐，基本要用到嘅都有。仲有雙星油同埋噴罐。Humble 呢個牌子就有水性噴罐同罐仔珐琅油啦。水性油方面有 AV 油、子彈油同埋 Army Painter， 選擇都唔少。玩改造時用到嘅 Evergreen 膠條，玩場景用嘅材料都有好多。模型工具呢度就有一大版，砌模型基本要用到嘅都非常齊全。不過就冇乜我哋用開嘅日系工具啦，但有雙星嘅遮蓋膠紙同埋砂紙都算係咁啦。第一次探店，掛住自己睇嘢，冇影到太多相，暫時睇住咁多先。我都上網 check 過，唔係好覺佢哋有網店，有機會都問下老闆有冇得郵購先。不過如果大家可以嘅話，都係親身嚟睇下啦，係一個非常好嘅體驗。今日大致上介紹係咁多，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之後再同大家探索其他嘅店鋪，再續我哋嘅 UK 模型雲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